比特幣最近兩日嘅攻勢咧，可謂算係相當之凌厲嘅。咁雖然咧市場嘅利好消息就唔多啦，咁但係始終咧受惠於科技股短期嘅反彈表現咧，亦都係受惠於比特幣嘅。嗱，但係目前比特幣嘅上方咧，其實仍然係存在住一個極大嘅阻力位嘅。咁呢個阻力位咧就會係喺71,000蚊附近嘅。嗱，雖然你見到啦。今日同埋尋日嗰個成交量咧，算係成個橫盤入邊咧比較少見嘅買方力量嚟嘅。咁但係其實比特幣咧，佢係未擺脱到呢個橫盤嘅收復。咁整體睇翻，其實之前咧，佢都會有一個橫盤嘅調整㗎。嗱，大家要記住。主要嘅趨勢，例如上升趨勢或者下跌趨勢咧，佢只係佔咗市場嘅20%嘅啫。市場係有80%嘅時間咧，都係走緊一個橫盤㗎。咁所以其實喺橫盤入邊咧，我哋最緊要咧就有一樣嘢好清楚，就係上方咧係會有一個阻力啦，下方都有支撐。而咁啱比特幣咧就進入緊呢個橫盤收復嘅階段，下方嘅支撐咧就喺62,500蚊啦，上方嘅阻力位咧就係70,500蚊，即係71,000蚊附近啦。咁其實點解呢個位置會有一個咁大嘅阻力位呢？咁就係因為其實比特幣咧喺佢下跌之後，第一個反彈嘅高位咧就係71,000蚊附近。咁其實咧呢個71,000蚊阻力位已經持續咗接近一個月嘅啦。嗱，咁其實目前市場有冇把握能夠突破71,000蚊呢？嗱，咁我睇翻成個主要經濟市場，例如係美股市場或者係黃金市場，咁特別係美股市場咧，已經係好接近7,000蚊呢個前高位㗎啦。咁如果美股都唔能夠突破呢個位置嘅話咧，代表美股同埋加密貨幣佢哋嘅上升空間咧係會好有限嘅。嗱，咁相反調翻轉喎，其實黃金嘅上升空間咧就個發展空間會比較大嘅。咁因為咧其實目前嘅市場資金最主要咧都係徘徊咗喺黃金市場上邊。咁呢個係目前市場嘅重點啦。咁所以咧始終都係會令到風險資產市場嗰個表現咧係會比較弱嘅。咁除咗呢個外部資金面嘅影響之下咧，咁我哋都可以從一啲指標嘅角度去睇到點解71,000蚊阻力會咁大嘅。首先，我先開一個移動平均線俾大家睇下。嗱，其實71,000蚊咧就喺30天嘅移動平均線附近㗎。咁其實之前咧喺1月28號嘅時候啦，比特幣佢測試過一次30天移動平均線，然後就出現一個暴跌嚇。所以其實當比特幣掂到呢個位置嘅時候，我唔會去理會究竟佢會唔會暴跌先啦。咁但係起碼呢個位置咧係會有一個阻力嘅可能性㗎。咁第二個就係布林線啦。咁啱71,000蚊咧就喺日線嘅布林線上軌啊。咁喺上軌同埋下軌咧都會好容易出現一啲反彈啊或者反跌嘅現象㗎。咁其實比特幣咧佢都係喺布林線下軌咧開始出現一個反彈嘅。咁佢嘅反彈攻勢亦都係會有機會喺上軌入邊咧進行一個終止。咁因為咧目前市場咧已經開始進入一個超賣嘅狀態。咁呢個現象咧喺4小時咧就顯示得更加劇烈嘅。OK， 咁就係咪代表緊短期嘅比特幣攻勢要告一段落咧？咁其實都係有呢個可能性嘅出現嘅。咁大家要記住呢個咧已經係屬於日線級別嘅阻力位，就唔係1小時級別嘅阻力位。所以佢個阻力嘅威力咧係會比起尋日所提及嘅66,000蚊咧係強大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可以假設就係、哇，如果71,000蚊突然之間有利好消息衝住成交量咁樣突破嘅話咧，咁可能比特幣喺短期嚟講會有一個反彈去測試呢個日線嘅下降趨勢線嘅。咁但係目前嘅機會率就唔係話好大啦。咁因為市場就冇話一個好強嘅利好消息，又或者喺佢個資金面方面咧冇話特別強啊。咁同埋有一個重點就係啲咩咧？就係目前咧比特幣嘅資金咧係俾以太幣吸走咗。大家留意下啦。其實比特幣嘅升幅咧，佢唔夠以太幣咁強嘅喎，咁即係代表緊以太幣咧就吸緊比特幣嘅資金。當你見到呢個現象嘅時候咧，其實我之前已經有幾集啦，都有提及過，就係一見到吸資金嘅現象啦，其實對比特幣嘅走勢嚟講咧，都係有少少凶多吉少嘅。咁因為資金唔夠集中炒上去嘅話咧，佢就好容易喺上方遇到阻力位。嗱，其實以太幣咧，佢剛剛好喺我畫嘅呢個2,100蚊附近咧，係
係遇到一個短期嘅阻力㗎。咁佢都喺呢個位置入邊咧出現一個跌幅啦。咁但係其實佢呢個下跌嘅幅度咧唔算話好大嘅。咁因為市場嘅資金咧啱啱提及到就係搶咗比特幣嘅資金啦，係嘛？咁但係2100蚊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阻力位嘅。咁呢個係咧根據翻2025年嘅6月22號所畫出嚟嘅。OK， 咁如果2100蚊成功突破嘅話咧，就會去測試2600蚊。呢個除咗係之前嘅交易密集區之外啦，亦都係一個下降趨勢線嘅位置嚟嘅。所以咧呢度嘅阻力咧係會比起2100蚊更加之強大。咁但係以太幣有冇咁嘅能力可以衝上去咧？嗱，除非比特幣可以突破72000蚊呢個最後嘅大魔王啦嚇，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以太幣咧佢都只會喺呢啲位置入邊咧遇到阻力，然後就落翻去呢個橫盤嘅底部嚇，咁大約喺1800蚊附近，咁繼續進行一個橫盤嘅收復，直至市場咧有一個大方向咧，先至會決定升穿定係跌破嘅。OK， 好啦，咁今日嘅分析咧就去到呢度啦，我哋明天再會，拜拜。